大家好，我是腿姐，今天给大家分享少量的资金如何快速的放大。不用说短线肯定是最快的。首先呢，很多散户对于短线它有3个问题或多或少可能都会出现在大家的身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如何选择强势股第二个呢，就是如何控制买卖点，第三个就是如何分配仓位我们解决了这3个问题咱们短线操作就会变得很简单。那么下面呢，咱们来一一解决这3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确定强势板块，选择近期趋势向上的板块并且要一波比一波的新高要高必须要超越咱们这个大盘指数，或者呢是最近最新的一个热点题材的板块再从这个板块里面去挑选这种流通市值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因为太小呢，可能是恶庄在里面倒腾。那么庄家如果说在里边洗盘的节奏这个恶庄在里面洗盘的节奏咱们很多散户一般都是吃不消的。那么太大的话呢，它就可能市值太大的话呢，它就可能涨不起来那么100亿到500亿之间是一个最佳的这个区间。好，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你要用选板块的方法，从这个板块里面去选出这种趋势向上的个股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向上的趋势，最好呢就是股票随着板块这个一波新高而新高量能呢要持续温和的放大，注意是温和的放大，不是那种突然的放量那种是属于不健康的个股。那么股价呢，也是沿着5日线和10日线往上走的。像咱们之前这个鸿蒙概念的这个润和就很符合这个条件。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已经走出了这个卖牛的个股，股价呢，然后又从最高点回落。那么第一个要点呢，是要跌破60日均线，或者说是这个会有50%到60%的这个回落。那么股价它如果再继续跌不动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很好的去介入。好，那么解决了第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是要解决买点这个问题了。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去选择买入那么在短线操作里面常有的这种技术性买点我总结了3点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回落到5日线以及10日线，我们选择去低吸，只要不是最高买这个股价它都有机会回落到这个均线上，出现这种比较好的是个低吸的买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上升的趋势当中出现的第一根阴线就是说它上涨的一波行情当中，它只要出现的第一根阴线，那么这个买点就非常重要，因为它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就是在前面3到5个交易日它是连续的阳线，然后出现的一个阴线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介入点。那么这个阴线呢，也被称为空中加油站就是股价准备腾飞的这个再次腾飞的这个最好的位置。那么第三呢，就是地量止跌 K 线进场点。地量的意思呢，就是成交已经非常非常少了。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已经很少有人去卖出或者说割肉洗盘的也是非常彻底。那么地量它一般是前期上涨的过程当中，单日成交量最大的那个量能的1半以下这是一个标准。如果它能够同时伴随这根 K 线收一根长长的下影线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双重的这个进场点的信号。所以呢，这个进场的价值和信号是最强的，机会是最大的。好，那么上面呢3个买点讲完了，我们再来讲一下什么时候去卖能达到一个最大的收益。短线的这个技术性卖点呢也非常简单，只要你不贪你就能达到自己的一个收益的预期。那么首先就是第一个卖点就是股价放量滞涨，而且它上涨的动能乏力，像这种垂直上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卖出点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板块如果连续出现了涨停的龙头出现了连续2个以上的跌停了，说明这个主力资金呢，它开始不看好这个题材不看好这个板块。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就是给我们警醒一定要小心也可以把这个货出了，或者是出部分，对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盘的环境并不友好，就是咱们这个上证指数如果它开始下跌，咱们股市跌停板的数量开始增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咱们的一个卖出信号。短线交易的周期，我们一般把它定为8到15个交易日为一个周期，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只做1天行情的，就是
纯属这个赌运气了，因为一个热点板块或者说上涨的波段，从开始到结束，它的市场上是需要有这么久的一个运作的时间的。那么短线的重点呢，就是去寻找一个热点回落结束的时候去介入，在市场反弹情绪达到高潮一致的时候，咱们就要选择离场。同时呢，咱们做短线要考虑基本面。之后呢，才是这个市场的情绪以及热点啊等等。那么最后最关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仓位配置。可能你们听的最多的就是控制好仓位，控制风险，对不对？这个其实要一分为二啊。你觉得10万半年时间赚个10%、20%左右啊，那么我建议大家一般把这个资金一分为二就好了啊，就是一半一半啊，但是也要设置好止盈止损啊这个点位。那么这个市场呢，没有谁可以100%的正确，对不对？所以呢，留好后路啊，50%呢是给自己留好后路。如果说你想一年翻倍或者翻数倍的话，那么你就只能重仓，对不对？而且呢，还要盈利加仓，这个没有别的办法，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有些朋友可能总资金才10万块钱，然后发个账户给我看，股票买了一摞，那么这种操作方法错了哈，大错特错。当然重仓有风险，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是，你想短期盈利无限放大，你就只能重仓。对不对？当然了，我不提倡大家这样操作哈，我的个人操作手法也是非常谨慎的啊，我的仓位控制也非常严格，因为我的基数远比10万要大，所以呢，操作方法会有很大的出入，大家自行去斟酌，好吧？好，那么最后提醒一下大家，我的号呢还持续在关小黑屋啊，大家关注女神池，进不了群的朋友呢就关注留言的前排啊，我早午盘呢暂时只能发布在评论区了，大家记得去查收。女生池呢，在我们经常聊天发红包的地方啊，什么攻什么重啊，你去搜索“推荐砍财经”就可以关注到。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我们下期再聊。